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8月初8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16节到22节，45节。创世纪37章第5节到11节。马太福音16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梦。梦有足侪的成语，甲梦有关，比如讲有梦上水，美梦成真，梦想，白日梦、梦境、梦游，比较负面的，亲像噩梦啦你咧想咧意思讲你咧做梦。今仔日的经文有2个无共款的层面的意思。第一个是约瑟的梦，伫迄内底伊老爸甲伊兄认为伊是咧做白日梦，做噩梦安尼。另外就是会通讲是你咧做梦啦，你免想的意思，这是耶稣对这个人所讲的。事实上，约瑟的梦是非常有意思。第一个梦事实上咧讲到咧预言。将来因的这个境况，甲将来粮食的这个饥荒有关。雅各全家将来需要去埃及约瑟来担头来买粮。第二个梦也亲像咧提醒咱天外有天，雅各是家长，相时也是因这个家族的族长，是以色列这个族的开头者，对伫家庭、对伫家族，伊好若亲像日头、太阳共款，互家族的人月亮甲星来包围着。但是事实，不但是天外有天，伫生命中间，阁有较重要上帝的带领甲安排。创世纪37章第5节到11节，真短的经文中间来提到。约瑟做一个梦，甲兄哥讲，因就搁较怨妒伊。约瑟甲因讲，请你听我讲梦着啥物货？咱拢伫园里咧下袂困，忽然间我下袂困，起来徛地，恁下的围地拜我会袂困。伊的兄哥因伊讲，你真正是咧做我的王吗？真正是要管我吗？因就因为伊的梦甲伊的话，搁较怨妒伊。后来约瑟搁梦见一个梦，搁甲伊的兄哥讲，恁看，我搁梦到一个梦，日头甲月亮甲11个星拢甲我礼拜。约瑟甲这个梦甲伊的老爸甲兄哥讲，伊的老爸就甲伊责备讲：你乌白梦，点讲我甲恁老母、恁兄弟拢要拍败你。伊的兄哥拢怨妒伊，伊的老爸将这个事记伫来心内。约瑟被卖，后来当做宰相，拢甲梦甲解梦有关。伊会通透过梦甲别人的梦境来看见上帝的旨意。耶稣对一寡只想要看新约的人讲着要有新约，或者邪恶的世代。迄个意思就是讲，恁毋免梦啦为什么约瑟会当透过梦看见上帝的旨意？但是即群想要看新约的人却袂使，并毋是讲无有上帝的旨意。有言互这个世代，乃是这个人根本就是消费者，无有生命改变的意愿。所以耶稣就甲因讲，免想啦，莫梦啦。马太福音16章第1节到第4节，有法利赛派甲撒都派的人来试探耶稣，要求伊要看对天来的新约。耶稣因讲，黄昏的时，恁讲明仔载会好天，因为天色红。
早起是恁讲，今仔日有风雨，因为天色暗搁红，你拢看出天的景象，哪会看袂出这个时代会掉头？社学干预的世代要求新热，用那新热以外，袂阁有新热互这个世代啊。讲了耶稣就离开因去别位。咱呢，遐姊妹，咱想要对梦的这件代志得着啥？亲像约瑟的性命改变，因为伊讲，毋通因为恁将我卖到埃及艰苦心，因为上帝差遣我带生恁来，为着要拯救全家。也就是讲，咱无够认真的追求，到最后成做教会团体内底的纯成为者，无认真追求上帝的旨意，无真心服事主，无全然的降服伫上帝呢。毋望咱拢有一个好梦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16节到22节，45节，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。伊伫万民中间保养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伊唱歌乐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作为，着夸耀伊的圣名，愿祈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，着我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时祈求见伊的面，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竞选雅各的子孙啊。恁着少念伊奇妙的作为，少念伊的信业，甲伊所讲判断的话。伊互金远降落伫迄个土地，互所挖去的美牛拢断绝。伊找一个人生气，就是受卖做奴隶的约瑟。人用骹扣扣伊的骹，用铁链链伊的颔棍。上主的话甲伊考验，直到伊的有言实现。王找人甲伊偷开，统治万民的烦恼，甲伊偷放。王设立伊做宰相，掌管法老拢总的财物，通随伊别伊的人生，用智慧管教伊的长老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上帝，互阮有机会认捌你。求主帮助阮会当明白你的旨意，愿意对你的脚步真心、忠心跟对你来服侍你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